國道3號行車系統呢，總是有2台轎車甲1台施工的車輛安尼相爭。根據了解，這個肇事的姓林的駕駛，伊是用這自動輔助駕駛系統，那親像就是無注意到頭前的車，才會來出車禍。專家是提醒講，咧使用這個輔助系統的時陣，一定得愛注意頭前的路況，而且在行道路呢，嘛得愛嚴護條，才通適時來反應。畫面中會當看到其中一台車已經弄甲變形，規台車頂倒頭變過。代志發生佇拜四下晡，姓林駕駛的白色轎車疑似無注意，頭前有國道施工車輛當咧內線進行溝槽作業，白色轎車先弄到另外一台烏車了後，佫弄到國道施工車輛，造成2人受傷。根據了解，駕駛當時有用輔助駕駛系統，詳細原因警方也擱咧釐清。駕駛自小客車行駛內側車道，宜未注意前方進行之除草作業，先碰撞前方沈南76年次駕駛自小客車，再碰撞林南47年次駕駛之施工車輛肇事。經警方初步了解，林南當時有開啟行車駕駛輔助系統。專家提醒，系統主要是輔助駕駛，唔是自動駕駛。在使用時，雙手千萬袂當離開行道路，而且愛隨時注意頭前的路況。若是遇到歹天，就唔通使用，確保安全。這些東西我們統稱叫做 ADAS 啦，先進駕駛輔助系統，所以它永遠都有一個叫輔助 assistance。所以你一定要教民眾比較笨的，以為說，哎呀，我花錢了就買一個自動駕駛，那個名詞本身就是告訴你是有人幫你。那你如果碰到氣候很不好，第一輪就是政策就出問題了。如果雨下很大或者霧很濃啊，這是我們在習慣容易碰到的兩種狀況。哦，類似人類的眼睛嘛，它電腦一樣會看不到那些車道線，看不到那些標誌啊。科技進步，即馬真濟新車攏有輔助駕駛系統，也不時傳出類似的車禍。專家表示，台灣的交通較複雜，提醒駕駛也是愛不管時去注意道路的狀況，才當提升賽車的安全性。記者杜君豪，新潮報道。